来看新北三重埔的建案挖破连续壁，害隔壁的楼仔厝起起。相关单位检测了后，确定安全无问题，暂予住户登去处理。那新北市府昨暝办说明会，不过住户认为市府干那派区公所的区长参加，因批评市府无够认真。新北三重埔大楼出现案件，市府办是暗时伫区公所办说明会，不过住户离场时阵的心情对结果好亲像无较满意。光拍天就是来解决啊，就赚一盒蛋糕啊。说真的，他们讲的越深奥，我就越听不懂啊。但是问题是说，希望每个住户的希望就是政府一定要站在我们这边。住户承认现场气氛有寡紧张，要住户积极。同款的案件由台北市长蒋万安出面主持说明，新北市区公所区长批评市府排出残旧伤过低。只是住户的认为跟他们可能会有落差了啊。当然，因为对口，我是觉得成绩太低了。有人批评市府无提供安心数据，市府到即马只向安全范围内带过，不过拜市透早，一家伙大包小包将物件搬回去，因为发生代志3天了后，总算能回去。会不会觉得有点担心呢？不会，好，家里的状况也还好。应该还好，我们昨天有看过。那袂惊，厝歹我那袂惊。有人阁发现头壳的泰路被开，甚至便所门拢无法度关。有人因为厝伤过厝，只好先搬物件回去，也是继续住旅馆，阁烦恼厝价受影响。新北土木技术工会继续检测鉴定，经过各方鉴定，认为厝安全，侵蚀率拢在法定范围内。整个监控的趋势当然就是持续的稳定，而且所谓的稳定就是说没有在异常的状态发生。那就房屋的一个倾斜率这个房屋其实都是在可以使用的范围之内。专案影响范围，新北市消防局统计有28户86人，目前建商先户住户2万。新北市长侯友宜表示，会协助受灾户对厂商追究赔偿甲法律责任。建案有关天干观察记者综合报道。